學校如果要喺國內宣傳同埋招生，係唔係需要一個切入點呢？喺現實環境之中，香港嘅學校係好難喺國內設立實體聯絡處或者招生辦事處。咁樣其實學校係可以借助微信公眾號嚟到建立一個視窗面向國內嘅市民。呢段影片係教大家係點樣運用微信公眾號嚟到宣傳學校嘅。影片嘅內容主要係呢5項。近年中國係成功發射好多個通訊衛星，加上喺地面上又建設咗多個通訊發射站，所以微信喺呢啲充足嘅基礎設施之下，喺國內嘅服務可以說係無遠弗屆。微信嘅母公司係有意令到微信嘅服務咧係滲透到國內生活每一個範疇，所以微信係不斷咁樣發展新嘅功能，包括依家逐漸為香港人所認識嘅公眾號同埋小程式。你可能唔認識到微信除咗係一個即時通訊應用之外，其實亦都係一個操作平台。依家我哋係會集中係探索下公眾號同埋小程式。微信好多時都係俾人忽略嘅，因為佢有好多嘅商業功能係未廣為人知嘅。呢啲功能都體驗咗喺小程式嗰度。譬如咧，我哋成日叫網約車嘅滴滴出行，同埋以前疫情時期成日用嘅健康碼，呢啲其實都係小程式。微信公眾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個手機嘅網站，所以係極適宜攞嚟咧係顯示資訊。微信公眾號對於中國社會嘅影響係非常之巨大嘅。由於個體戶係可以利用公眾號嚟到宣傳產品，而且得益於電子支付嘅出現，所以好多嘅商業交易活動就再唔局限於實體店形式，而咧係能夠離開成本、時空呢一啲限制，所以有大量嘅電商或者係網購就喺呢個時候咧就係出現咗啦。同埋電商一齊出現嘅社會現象就係博客或者稱為網紅。公眾號係極為適宜係攞嚟宣傳同埋係表達個人意見嘅媒體嚟嘅。學校公眾號嘅主要功能係顯示資料同埋群發，而學校公眾號最大嘅作用就係宣傳學校同埋招生。好難有其他嘅媒介係比公眾號更加咁樣將學校嘅招生宣傳信息更加完整地、清楚地係展示出嚟。公眾號係透過框架嚟到顯示資訊嘅。咁樣乜嘢係框架啊？框架係指菜單同埋子菜單。菜單係個別出現嘅公眾號網頁頁面，每張頁面係可以包含文字、圖片、音頻，甚至係影片。所以只要係將菜單好好咁編排，就可以將一啲重要或者係常用嘅資料清楚地顯示出嚟。學校公眾號另外一個主要功能係群發信息。你可能懷疑群發係對於學校有咩咁重要嘅呢？我哋可以參考一下證券行嘅做法。證券行喺每一個交易日開市之前，都會向客戶建議該日嘅交易行為，即是買定賣。以前證券行係可以印製小冊子放喺證券行等客戶係拿來參考。
依家證券行係可以將交易建議頻發往客戶嘅手機裏面，咁樣邊一個方法係更加有效率同埋更加直接呢？舉一個實際例子，學校公眾號嘅群發功能係點樣協助學校招生嘅？每一間學校喺每一個學年都會舉辦校園開放日，去吸引社會大眾同埋家長係直接接觸學校。咁樣開放日之後係可以用群發嘅方式，係將活動嘅亮點係向社會大眾同埋家長咧係回顧一下。所以好好咁樣運用群發嘅功能，必定咧係能夠提升學校嘅吸引力嘅。公眾號對於學校嚟講，真實地係有多方面嘅幫助嘅。但係當然，依家最重要嘅任務就係招生宣傳。以後咧係可以慢慢咁樣係將公眾號嘅功能係發展，係幫助學校喺教與學方面咧係改善嘅。香港嘅學校每一間都擁有自己嘅網站，而呢一啲網站實際上亦都係可以負起窗口嘅角色，等社會大眾係可以透過網站係接觸得到、認識得到學校嘅。但係國內嘅市民係點樣係可以接觸得到呢啲網站呢？而且依家嘅市民都習慣咗用手機瀏覽網頁㗎啦，所以要作為窗口嘅角色，公眾號係更加適合嘅。喺今時今日，微信係全球適用嘅通訊應用程式。你可以發覺中國嘅市民好多時都係用微信去同位處於海外嘅親友係聯絡嘅，而且國內嘅市民用嘅手機全部係裝有微信嘅。微信嘅服務其實係同國內市民嘅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如果要聯繫中國居民嘅話，我諗用微信就係一個最明智嘅方法。喺茫茫互聯網海洋裏面，係有數不清嘅資訊，包括係微信公眾號。咁樣市民係點樣係接觸得到某間學校嘅公眾號呢？其實要確認某一個公眾號係可以由呢個公眾號嘅名稱或者係由名字衍生出嚟嘅二維碼係尋找嘅。要尋找某一個公眾號係有3個簡單嘅方法。依家就以尋找學校公眾號樣板呢一個公眾號作為例子。第一就係喺微信嘅頁面嗰度撳一下呢個公眾號嘅名片，記住呢個名片係需要由其他嘅朋友係利用微信係發送俾你，你先至可以收得到嘅。第二個方法就係喺微信嘅尋找欄裏邊輸入咗公眾號嘅名稱，而通常用嘅方法最常用嘅就係掃描呢個公眾號嘅 QR code， 只要撳一下公眾號嘅名片就可以嚟到呢一張頁面嗰度。留意一下，揾得到嗰個服務呢一個按鈕，撳一下就會出現咗呢個公眾號嘅框架結構同埋裏邊嘅內容㗎啦。曾經提過，要揾一個公眾號係可以有3個方法嘅。前面係講咗係撳公眾號嘅名片啦，咁其他2個方法就係輸入名稱或者係掃描 QR code 所得到嘅頁面，有機會咧係有分別嘅。我哋係特別設立咗呢一個學校公眾號樣板俾大家參考嘅，所以請花一啲時間係研究點樣係編排自己嘅公眾號框架同埋內容。重點咧係點樣係可以好好咁樣宣傳學校同埋招生，推廣自己學校嘅公眾號，其實就係宣傳緊自己學校。
每一個微信公眾號都有自己嘅獨立名片，其實就相當於電子卡片，所以學校係可以參考一啲商業機構猛咁派發卡片嚟到提升公司嘅知名度。咁樣學校係可以透過友好分別啫，就喺公眾號啊、抖音啊、小紅書啊、嗶哩嗶哩呢一啲咁嘅媒體平台，係廣發學校嘅公眾號名片嚟到宣傳學校嘅。除咗名片之外，每個微信公眾號都會有一個獨家嘅二維碼 QR code， 只需要掃描呢一個 QR code 就可以關注呢一個公眾號啦。你會發覺 QR code 喺推廣學校公眾號方面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學校應該極大程度上運用各種嘅媒介，譬如學校嘅卡片、公開活動時嘅傳單同埋橫額，係嚟到提供學校公眾號二維碼，係吸引社會大眾嚟到掃描。香港依家係剩翻一兩份全港性嘅免費報紙，但係其實好多嘅地區都係有免費區報嘅。喺呢啲區報宣傳費用呢係並不高。香港學校如果計劃喺大灣區招生，係可以考慮喺深圳嘅報章、口岸嘅燈箱或者係櫥窗係宣傳。更加係要留意到，澳門日報係可以喺國內流通嘅，而呢啲報章嘅廣告費同埋香港報紙嘅廣告費相差一大截。兄弟爬山，各自精彩。學校其實係有好多嘅宣傳途徑嘅，喺呢度我哋係列出幾項係俾大家係作為提醒。學校係必須理解公眾號只係可以用嚟宣傳學校同埋教育嘅用途嘅，絕對唔可以係牽涉政治同埋宗教。因為公眾號嘅註冊人，留意下，唔係使用者啊，係需要承擔貼紙被刪，甚至係公眾號被屏蔽所引起嘅法律後果嘅。學校係可以註冊服務號或者係公眾號嘅，佢哋兩者嘅組成都好類似，喺外表上係好難區分出嚟嘅。但係簡單嘅理解就係服務號就係為企業而設嘅公眾號，而公眾號就係為個人或者係個體戶而設嘅公眾號。由於學校係屬於企業，所以係可以註冊服務號，咁樣就可以直接將公眾號命名為乜乜乜中學。但係喺註冊嘅時候必須要提供學校嘅註冊證，而且註冊人係指定咗係學校嘅法人，通常就係校監。註冊公眾號嘅時候，亦都係需要經過認證嘅。喺註冊嘅時候，註冊人係需要手持國內嘅身份證係拍照嘅。換句話講，喺呢一刻，香港人係不可以註冊公眾號嘅。我哋認為學校依家嘅當務之急係要設立一個招生窗口，所以註冊公眾號已經係足夠㗎啦。以後可以咧係視乎需要先至慢慢註冊學校服務號。況且註冊服務號嘅時候係需要校監認證，並且係由佢負起管理嘅責任，所以註冊之前必須要同校監解釋清清楚楚。所以我哋係建議學校係尋找一啲國內嘅公司代學校係註冊公眾號嘅，之後係交由學校自己營運，或者係交由其他人代為營運公眾號。畢竟依家國內嘅公眾號業務咧已經係非常之成熟㗎啦。喺準備註冊學校公眾號之前，首先係要確定學校公眾號嘅資訊同埋佢資訊嘅內容係齊備嘅。如果資料係唔齊全嘅話，微信係
並不會係將你嘅學校公眾號係發表嘅。